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咗逢星期四嘅 K2 搜尋節目時間，我係屈穎妍。最近呢，香港首富嘅新聞呢鬧得沸沸揚揚。當大家喺度討論緊到底商人有冇國家，商人係咪只會在商言商咁着眼於金錢同埋交易嘅時候呢，我就想同大家講下另一位首富嘅故事。呢個首富嘅名叫做戴萬寧，佢又叫做戴鳳玲。我相信佢嘅事蹟呢會為大家揾到答案。戴萬寧呢就係山東人，4歲嘅時候呢就跟住爺爺同埋爸爸去咗東北嘅吉林省敦化縣，3代人呢就喺嗰度做生意、買田地、開枝散葉，家業呢慢慢興旺起嚟。大家人丁越嚟越多，大家都好勤奮，咁所以好快呢就成為咗敦化縣嘅首富。大家到咗戴萬寧掌舵嘅時候呢，已經擁有400幾畝嘅土地，好多商鋪同埋藥材鋪，仲有燒鍋、油坊、磨坊、麵粉坊、豆腐坊等等嘅工場，又養咗大量嘅豬牛羊馬，甚至係梅花鹿。亦都因為呢東北人中意打獵，咁所以大家呢亦都有自己嘅槍炮同埋火藥。佢哋幾代同堂，一共57口人喺吉林呢過住富裕同埋舒適嘅生活。戴萬寧呢就係山東人，生得好高大，身形硬朗，目光呢炯炯有神。由於經常騎住隻馬四圍打獵，腰裏邊呢就掛住個手槍，威風凜凜，好有氣勢。雖然係商人啊，但係戴萬寧呢好有正義感，由細呢就崇拜岳飛、包公、鄭成功、楊家將等等嘅英雄，有好深嘅家國情懷。戴萬寧貴為首富，但係為人呢就好厚道、豪爽熱情，更加中意抱打不平。每逢水災旱災，大家呢一定會攞錢出嚟救濟鄉親嘅。佢屋企呢就曾經收留過4個嚟到討飯嘅老人家，等佢哋喺家中長住養老，死咗之後呢，仲為呢幾個老乞兒送終。因為對人好，咁所以大家呢喺當地好有威望。戴萬寧15歲就結婚啦，一共生咗6個仔4個女。佢喺屋企呢開咗個私塾，等孩子呢學習歷史同埋軍事。佢對屋企人嘅要求好嚴格，佢將佢嘅仔改名做克勤、克儉、克吉、克志、克選、克正，希望孩子勤儉正直有大志。佢嚴禁啲子孫飲酒、賭博、抽大煙同埋懶惰。佢話人要有志向，要精忠報國，要走正道。1931年918事件爆發，日軍嘅鐵蹄呢踏入咗我哋國家嘅東北3省。當時嘅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嘅政策。於是東北呢大面積咁淪陷。戴萬寧對日軍嘅侵略行為深惡痛絕，佢資助咗好多反日嘅活動，更加買咗幾百支槍，請咗一位退役嘅軍醫喺佢嘅大家大院裏邊助診，免費幫啲有需要嘅人療傷。1932年2月，前東北軍營長黃德林呢就喺共產黨地下黨員李延祿等等人嘅幫助底下，宣布將自己嘅部隊改編為中國國民救國軍，並且擔任總指揮，喺吉林省嘅延吉縣嗰度舉旗抗日。由於黃德林同戴萬寧呢都係山東嘅老鄉，兩個人都好愛國，佢哋亦都好反對日本人喺東北橫行，亦都痛心官府嘅腐敗無能。由於志趣相投，咁所以兩個呢就結拜為兄弟。黃德林帶領嘅中國國民救國軍打嘅第一仗呢，就係攻打大家所居住嘅敦化縣。佢哋旗開得勝咁擊退咗駐紮當地嘅日軍之後呢，作為當地嘅首富戴萬寧呢，就即刻請大軍去到佢嘅大家大院嗰度殺豬宰羊，犒賞三軍。席間呢，黃德林游說戴萬寧加入佢哋嘅抗日行列，戴萬寧竟然一口答應，並且表示呢會帶領全家老幼投身抗戰行列。黃德林好激動，佢即刻任命戴萬寧呢為救國軍鄉團大隊長，等佢可以迅速招兵買馬。結果呢，嗰餐犒賞三軍嘅夜宴，亦都成為咗首富戴萬寧誓師之宴啊！佢向一眾嘅家人同埋鄉親宣布，將會賣晒屋企所有嘅家產同埋田地，所得嘅款項呢，就用嚟買槍買炮，全力投身抗日嘅行列。嗰年戴萬寧已經60歲啦。佢向全家老少，包括傭人啊、管家等等宣布：我大家嘅男兒寧願企喺度死去，亦都絕不屈辱咁跪喺度苟且活着。如果你哋當中有邊個唔想參與，可以去揾管家攞錢，然後從此離開。但係請記住，出去之後唔好透露自己曾經係大家嘅一份子，以免招來不必要嘅麻煩。結果呢，所有人知道老爺呢要組抗日嘅團隊，都毫不猶豫咁留低加入，冇一個人離開。
首富嘅振臂一呼，敦化縣嘅老百姓亦都紛紛響應。於是戴萬寧嘅家人、保鏢同埋工人百幾人，連同其他嚟報名嘅200幾個經驗豐富嘅獵人，組成咗300幾人嘅鄉團大隊，成為抗日救國軍嘅第5營，亦都被視作獨立營嘅大家軍。當中戴萬寧嘅4個兄弟、5個仔、3個女婿呢，都追隨佢參加救國軍，而女嘅家族成員呢，就幫忙做抗日嘅後勤同埋支援工作。嗱，雖然大家軍未接受過正規嘅訓練，但係佢哋憑住對國家嘅忠誠熱愛，喺戰場上邊勇敢無懼，表現出色。喺救國軍嘅指揮底下，佢哋連續攻下咗多個城池，打贏咗多場嘅戰鬥。已屆花甲之年嘅戴萬寧呢，一直堅守喺最前線，從來未試過任何一場戰鬥裏邊缺席過嘅。由於戴萬寧嘅獨立營呢聲勢日漸壯大，引起咗日軍嘅警惕，佢哋嚟到敦化縣，將大家大院包圍，殺死咗留守喺嗰度嘅戴萬寧嘅堂弟，放火燒毀咗全部嘅房屋，搶走大量糧食同埋物資。1933年，日軍呢更加大規模增兵，要將救國軍逼入絕境。由於日軍不斷嘅追擊同埋圍剿，救國軍唯有撤離原駐地，轉移去到黑龍江靠近蘇聯國境嘅黑山地帶。寡不敵眾之下呢，救國軍總指揮黃德林就決定率領傷患同埋家屬撤退去到蘇聯境內，尋求暫時嘅庇護。不過呢，戴萬寧就堅持留返喺自己嘅祖國。佢同黃德林道別嘅時候話：我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決唔會去到異國他鄉。冇諗到呢一別就成為咗呢對好兄弟嘅永別。1937年，戴萬寧為救國軍籌集糧食、款項同埋搜集重要情報嘅過程之中，不幸呢就被漢奸出賣，落入日寇嘅手中。為咗逼問東北抗日聯盟嘅機密情報，日軍呢就用咗極其殘忍嘅手段對戴萬寧進行嚴刑嘅逼供。佢哋先綁起咗戴萬寧，帶佢遊街示眾。根據大家後人同埋當年在場嘅老人回憶，戴萬寧當時身穿灰色嘅棉長袍，從容鎮定咁同鄉親講：鄉親父老，你哋唔使難過，唔使驚，冇事嘅，我哋抗日冇錯，鬼子早晚要完蛋。之後呢，日寇就對戴萬寧嚴刑拷打，百般摧殘，折磨多日之後呢，佢都寧死唔招，咁更加呢對日軍罵口不絕。呢個時候初冬第一場大雪啱啱嚟臨，殘暴嘅日寇呢就用2塊鋼板同埋鐵絲將戴萬寧捆綁，人呢就夾咗喺鋼板中間，然後就向鋼板淋上汽油，點火焚燒。鋼板被火燒紅，夾喺中間嘅戴萬寧痛到滿地打滾，但係佢嘴裏邊仍然不停咁喺度鬧啲日軍，直至到佢奄奄一息，日寇就將佢解開，掉入去狼狗嘅圈裏邊，將佢咬成碎片。呢位老英雄就係咁樣壯烈犧牲，享年66歲。除咗戴萬寧，佢嘅6個仔亦都先後為國家獻上生命。佢嘅大仔戴克勤喺突圍戰裏邊被打斷腳，翻到養傷嘅時候呢，被漢奸出賣被捕。喺日寇嘅酷刑折磨底下，佢嘅手指甲全部俾人掹晒，咁最後呢，傷重去世。二仔戴克儉率領一眾人呢喺日軍嘅激戰底下呢，為咗掩護部隊撤退而犧牲。第3個仔戴克吉呢，就喺營救父親嘅行動裏邊英勇戰死。第4個仔戴克志喺戰場上邊身負重傷，英勇就義。第6個仔戴克正呢，就俾敵軍包圍，同敵人激戰3個多鐘頭之後，因為彈盡糧絕，同11個戰士一齊壯烈犧牲。死嘅時候呢，先年僅16歲。佢第5個仔戴克選就係大家唯一一個冇直接參與抗日隊伍嘅人，因為爸爸舉旗抗日嘅時候呢，佢正喺吉林市讀書。戴萬寧聽從抗日隊伍裏邊地下共產黨員嘅建議，等呢個5兒子呢，就喺另一條戰線嗰度潛伏，打入敵人內部呢，做間諜工作。於是呢個5仔呢，就喺魏吉林地方警察訓練學校嗰度學習完之後，再入咗敦化縣嘅魏警隊嗰度做地下情報員，多次為抗日部隊購買彈藥軍需品同埋提供情報。不過喺1939年，佢喺一次為抗聯購買500發子彈嘅時候呢，就俾2個同事懷疑，搏鬥嘅時候頭部被打至重傷，4日之後不治身亡。戴萬寧嘅4個仔、4個細佬、1個女婿戰死沙場，另外2個仔亦都因為抗日犧牲。
一個新抱一個孫喺轉戰嘅途中，因為缺藥缺醫病逝。抗戰14年，大家57口人，只係死剩2個遺孀同埋1個孫，滿門英烈，全部為國家獻上年輕嘅生命。古有楊家將，近有大家軍。而家大家抗日嘅事蹟已經載入咗吉林省敦化市歷史博物館。40幾萬字嘅歷史紀實小說《大家大院》，經過12年收集史料同埋整理資料之後亦都已經出版啦。相關部門亦都計劃修建大家烈士陵園，拍攝大家抗日嘅電影。因為文革時期大萬寧就被視作大地主，咁所以大家嘅抗日歷史冇得到正確嘅評價，事件亦都好少人知。後人只能夠一直過住隱姓埋名嘅生活。改革開放之後，幸存下嚟嘅東北抗日聯軍開始四圍去搜集史料，希望將呢一段歷史還原於世人之前。大家後人亦都唔再隱藏身份，積極同敦化市嘅黨史研究人員交流，留低祖輩嘅抗日救國故事，並且將祖輩嘅遺物都捐晒俾黨史館。1995年，國家民政部追認6兒子戴克正為烈士，佢後來被評為全國第3批著名嘅抗日英烈。2022年11月，吉林省人民政府亦都追認戴萬寧等大家7個人為革命烈士。戴萬寧作為當年嘅首富，於國難當前挺身而出，鐵骨錚錚，全家冇一個人投降，即使成個家族面臨幾乎滅族嘅犧牲，依然無怨無悔。大家軍呢個英雄之家嘅抗日事蹟舉世罕見，感天動地，係民族嘅脊梁。商人到底有冇國家呢？戴萬寧一家50幾名英烈嘅真人真事就係答案。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又夠，下星期我會繼續喺 K2 搜尋同大家講新嘅故事。拜拜。